现代资讯越来越发达，网络上的图文讯息是真是假，该如何分辨？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与安南医院合作，来到安定区新集里活动中心，教导社区长辈们媒体识读的相关知识。感谢中嘉宽屏到我们新集关怀据点来跟我们启动媒体辨识独立。让老人学习到什么是假消息。课程当中，讲师以许多网络新闻为例，引导社区长辈分辨真假，呼吁大家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，更结合宾果小游戏和有奖征答，加深长辈对课程知识的印象。恁今仔日来讲，阮就学到常识讲，阮若去看电视，报纸咧报，先电视新闻咧报吼。咱莫讲当作是真诶，咱就爱去看别台看卖啊，看这是真正新闻假新闻安尼就较定一个无，咱若去用便宜片啊。这课程吼，算遮老人了，真深入去了解，那真融入啦。因对诈骗遮即马渐渐有了解，因碰时因来遮上课，拢加减老师有咧甲因讲，所以因对这诈骗可能拢较了解，较袂受。诈骗集团的迄个被骗啊！本次课程让安定区新集里的长辈们收获满满。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也将持续办理媒体识读课程，善尽媒体责任，打击假消息。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。